候鳥每年長途遷徙，飛越千山萬水，無地圖、無 GPS， 佢哋點樣揾到路？呢個係大自然最神奇嘅謎團之一，科學家一直都好努力咁去解開。傳統導航理論未能完全解釋，到底有啲咩隱藏力量指引住佢哋？答案可能比你想象中更不可思議。近年研究指向一個奇特線索，就係候鳥對地磁場嘅感應能力，而呢個能力竟然藏喺佢哋眼內。一種叫隱花色素嘅蛋白質係關鍵，佢唔係普通嘅感應器咁簡單，佢嘅運作方式涉及量子物理學。係咪覺得好玄妙？科學都咁勁，隱花色素利用量子糾纏嘅原理，當光線照射到佢，會產生自由基，呢啲自由基電子狀態會糾纏，地磁場微弱變化會影響佢哋。呢種量子效應提供超高靈敏度，等候鳥能精準感應到方向同緯度。大自然嘅設計真係超乎想象。